特首參選人梁振英日前公開話，星島旗下刊物抹黑佢。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提出反駁，話梁振英嘅指控唔公道。同梁振英一樣，都係政協常委嘅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揸住多份相關嘅報刊召開記者會，話要保護夥計，力撐梁振英投資失敗嘅報導係公正㗎。我認為星島話佢一鋪清袋，或者呢條題唔應該。話佢失敗啦，事業失敗啦。但係有件事我明白，股市有起有落。你除咗牌啦，點起法啊？裝隻飛機翼啊，噴射機飛啊？呢間公司係你主業嚟㗎，阿 Sir。如果你呢間公司嘅主業啊，去到做到零啊，將來你管治我哋香港，你會唔會因住你嘅決定唔啱，令到我哋香港一鋪清袋㗎？你識唔識管治啊？如果自己都做唔好，自己間主業公司，所以我認為星島問呢個問題咧，記者問呢個問題咧，係冇錯到㗎。你今日出嚟做一個選舉，做一個政客出嚟選舉，你係應該有心理準備。記者要你好清楚交代嘅嘢，你咪講咯。死唔到去邊度㗎？唔得咪唔做咯，最多。但係就唔好揾呢啲機會咧，就鬧記者。梁振英係星島集團嘅非執行董事，梁振英應唔應該辭任？何柱國話應該由佢自己嘅決定，亦都未必反告梁振英誹謗。我咧亦都同啲同事講過。我哋細公司有時咧忍氣吞聲係好啲嘅，有啲嘢唔開心就吞咗佢啦。今日你都冇跌親冇跌手轉手腳係嘛？人哋咁好細係嘛？咪吞啖氣咯，冇所謂。梁振英即係一旦當選咗行政長官，你會唔會好驚？你驚唔驚啊？你驚冇封殺你新聞啊？咁惡！我認為冇需要驚嘅，佢又好大量嘅，鬧下你幾句就冇事㗎啦。佢夜晚瞓得着嘅。被問到係咪支持唐英年，何柱國冇回應，咁但係認為特首嘅誠信同埋有冇人才幫佢係好重要。你唔可以淨係靠我一個嘅人嘅能力，你要揾到專門叻嘅人嚟支持喺你嗰個政府。同埋個政府個公務員對裏邊每一樣都好熟，呢個就係你要人才，因為你一個人係冇辦法做到咁多嘢，你個腦冇咁多，你冇咁多經驗。何柱國話：佢開今次嘅記者會唔係要同梁振英劃清界線，咁但係佢又形容而家同梁振英嘅關係係雞同鴨講，各自各表述。而梁振英喺午飯時間喺灣仔通往入境大樓嘅行人天橋向市民派傳單，咁但係佢唔肯再回應有關指責星島集團旗下報刊對佢報導唔公平。公道自在人心。當然啦，我會關注傳媒對我有啲冇事實根據嘅一啲報導同埋評論。但係我落去呢會專注做自己嘅選舉工程嘅工作。梁振英話派傳單嘅活動已經籌備咗好耐。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道。